哪年给欣赏？是我欣赏。数学老师，我最讨厌呢！年七、年八、年九、30年，哇！被数学老师耽误的葱抓饼跳杠用诞生了。葱肉饼，啊，葱肉饼哦，是刚刚那一块吗？有葱肉，是吗？确定一下。葱肉饼，就是刚刚那一块大手妞。等一下，玉涵姐，我让台尬穷哈乐一口吃。好，真的，来，好不好？玉涵姐，我们一起来，来哈，我们1号机来，1、2、3。不用啦，玉涵姐是玉女好吗？玉永红，你一定是忠实观众张威迪，因为我们喊这个要吃饭喊很久了。那你们家那半年煮菜呀？就是去外面没有，我们分工合作，就是有空就煮。那就没空啊。对啊。好不容易本人真给你扣分。他的饭真的好好吃哦。不是太久没吃到饭了吗？客家料理电风神。哆来玛莎下沙皮，爱吃多爱嘴沙皮，嘴沙皮。哎呦，真紧有好些了。我怎么开不爱用带出好些了？不管用的都行，食补老产，所以做煮的较好吃啦。他们才是我们一家之主的主灵魂。不过根本你也冇聽我係，今日所有來嘅鹹水炸，也就對南埔來。古常你會食到南埔嘅客家麵。哇，南埔哦，因為南埔係客家眼睛已經凍到了，你對嘛？故鄉哦係南厝兩片的，然後你們那邊哦是屏東嘅朋友，你看，當從南埔來嘟吼，哎，今天聽說有南部的醬色梅師傅，哇，沒就來呀？今天整個很難哈，南國風情。好，那現在朋友很多嘅嘅師傅哦，叫朋友個安永鳳師傅。大家好，大家好，阿峰哥好。還有嘅係開初時要講到嘅南部嘅醬色梅，好就係邱玉歡邱師傅。玉歡阿姐好。馬上為朋友到你鳳吹嘅鹹水炸嘅係來自新北永福嘅表姊妹嘅杜繼勳張美蓮。歡迎，風風悠悠。主持人好。新北永福，但是是哪裡的客家人？來屏東新鼻，你拜看到誒？那真的要跟你離你鼻呢？新鼻嗎？新鼻，什麼都按講嗎？天吶！哇，他的皮膚像蛋殼機呢。你要找老婆找新鼻的。那杜小姐結婚了沒？有結婚了。奶奶應該差比細14年。我今年48呢。真的嗎？對嗎？我想說聊太久，因為攬出來來賓等差嘞。趕快介紹他們一路上來。真的超遠。把他們倆出來來自高雄鳳山嘅母女檔，掌聲歡迎李秀英、陳瑜玲。等一下，我念的是母女檔還是姐妹檔啊？你要老阿姐，你要老妹，姐妹啦，多謝。哇，太年輕太。一片對高雄上來，係哦，你係就要好好打嘴。係啊，睇做呢樣。係哦，高鐵的哈。坐高鐵上來。好，先來看一下你風吹。也給繼勳姐呢，喺屏東新北嘅客家人，目前都會做環境教育哦，食農教育。哇，愛地球的人絕對懂得愛自己跟愛別人。因為有生以後吼，對要開始提注意環境的問題啦。尤其啊嘛，你談講氣候變遷嘛，那麼也溫度越來越高啊，我們是要守到負，就是要不要正1.5嘛。對啊，所以就因為孩子，然後我們開始注意的環境，開始提朝日嘅方向提好啊那樣。我跟你非常有共鳴。東亞嘅廣播節目，大家禮拜一都有收嘅啊 TQ 嘅議題哦。準時來樹堂，客家妹來打卡。好，明年期呢厲害，你們第一擺讀到衝安陽嘅專業就係園藝治療師。對，這是什麼意思啊？你係專門為吃不來看病誒？它是一個輔助治療，然後呢是從美國開始去發展的，就是我們會把植物大自然帶到大家的身邊，然後幫助大家去打開五感之後，跟自己有更多的連結。哇，它所以算是一個身心靈的一個輔助治療，一個不用吃藥的輔助治療。用另外一個生命，然後來治療另外一個生命啊你。我懂。所以看到兩位阿姐來到現場哦，真的覺得好溫柔，然後好有這種，而且感覺就是會贏。好，咱出來阿姐真緊點茶咧，對不對？因為我讓你講哦，魚鱗佢本身哦。
就是鱼上面那一片一片的。好，那你们会只要会哈嘅线上啦，讲吸烟强呀嘿。吸烟强嘿。哦，南部可以吸烟强。有这么漂亮的科语老师。对啊，这样学生上课会不专心呢。哦，那你这个教学经验做得到，大家分享又有几多年呢？半年。半年就代表你是大学毕业时开始又做。而且给用啥多老师？用啥都会欣赏啊？里面黑汉你给欣赏？我是我欣赏。数学老师，我最讨厌呢。什么口赛后来没有用啊？对呀，没有，从小都不喜欢数学，可是后来就是因为数学不好，我就是立志要做数学。哦，就前面不应该欣赏看。那你一3年就按照老给相处。哎呀，因为姑姑是老师嘛，那个给他传给，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包袱。那你到现在还会讨厌数学吗？你做欣赏啊！我就是很讨厌数学，所以我立志要把数学练好，挑战他。会少嘅，也係貴重嘅。係啊，拢有哈。從國小教到國中。老師會做菜吧？因為我剛剛想，對我們不只是教育節目，對啊，做出來嘅節目。那我們會幫你黑板算數學哦？不會哦，但是線上來亂講，老師一定很會玩遊戲。哦，可是我們園藝師也很會。那就快台的呀！好，我就來比。好，來，邊看啊！屏東老一個高雄的台站，係咯，全部都係什麼？跟我們被撲嘅客港有冇關係？這個前後退，沒有啦。來，馬上來進下第一關嘅挑戰。向前邊看啊！第一關會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涼水料理嘅基本功有幾層，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當然，每家人之間嘅團結合作你係當重要嘅哦。大家準備好嗎？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今日你要先來挑戰一下，看一下寫講什麼嘢。今日我來挑戰係乜嘅能力？好，基本講吼，就係大家最喜歡、最重要嘅教嘅關卡。但是基本功要分做2隻回合，第一隻回合就係技巧，第二回合就係背力。談到你啊技巧來。季勳先，那魚鱗先來了哦，來請就位，來。等下兩嘴嘅代表是起好來咧，等下3秒鐘以後吼是向下打開來嘅大寶箱咯。好，3、2、1，槍打開。不用下播喲。來，看得出來你係買東西吧，魚鱗？演扮誒，嘿，扮演，這個扮演等下吼，我讓大家強下來包是鮮肉湯圓，有啲時間嘅限制係1分半，就90秒時間。報道注意到你要該注意吼，是讓得到1分，但是我提醒一下大家哦，高唱動作假使你要扮然後就留那種別開來啊，也用個掉出來哦，是冇嘅算分，但是它如果是皺紋那種紋路的，因為調造嘞，這種就我們師傅還是算了，好不好？好，走的。1分鐘嘛哈，1分半，90秒。那我們2位老師加油咯！嘿喏，緊張的哦！來，先來看一下，來，等一下準備繼續搶開始。老師開始咯！加油 ！OK。大顆一點才能包，大顆一點才能包。我們的戰術不一樣，這樣都一樣。對呀。可以包小，他沒有說包多少包少。對呀。我想問好嗎？一瓶就去用，沒有。用貴少幾種？可以的。你冇報過板染啊？有啊。那你怎麼自告奮勇？搓一搓，好了，下一個，可以的。你不用白糖。有包還用哎。你用粉折出的時候，對，像是折出的時候，對，我們用粉的，對，反正又不管漂不漂亮。可以。我用看，你要有幫襯做下好。總會冇總按睇咧，搓一搓，裝到都裝。你用豌豆，下一個，裝啊！那這個可以幫我。豌豆沾哦，係板沾哦，係咩板三角形哦。係裝嘅做裝啊！下一個。現在2嘴嘅速度係差唔多嘅哦。1分鐘夠睇了哦，剩30秒哦。這個，等一下這個，係扮演員啊，可以的。做對，是會摸你要掉出來時候，2嘴你下度3粒個。先不要那麼。緊張哦，差不多要倒算了哦。你用豌豆，你用一滴滴就好，一滴滴。像裝太多。等下這個出來，好，哎，搓，放幾個。演，裝就多位，豌豆沾，搓，它就演。搓，這個拿掉，這個拿掉。拿掉，老師。
3、2、好，走的，好，一赛检查了，好吗？好，来，你要选一张了哈，可以吧？走对了哈，走对了。谢谢。不用这样，这个你不要帮我打开，把我粘着的。好啦，我看到有第一优先走出来吗？没有啊，你眼毛走出来啊，你家哦，那个是戳起来的。你还没走对了，公平哦，公平，公平。还有你讲正经，你一半减条款，你半减条款。冇啦，你也蹦同台嘅。啊，右下，蹦右下台。不要挤耶！不是天修，对，好了，3家风水3家，但是我跟你讲，蓝队不一定比较好。摸一停哦，好，可以。也个毛熊的演的。你穷太厉害了，你知道胖子他会下盘有点沉，你没有当过胖子，你一定下坠的意思。对。哦，安尼。第一粒做地，第3粒没做对，他太厉害。做地可以太粒哦。你要从嘴爆恐龙呢？哎，冇啦，开玩笑。我们很大方的啊。第4哦，粒。牛哦。哎，好了，不算。但是其他的呢？酸。他不是说第一颗 OK 啦 ，OK 啊不。是很正而已啦。那这样子就会个个得到几分啦，好吗？合家欢乐啦。好啦，合家欢乐啦。对啦。哦，4类法今日真正系有备而来，傻傻的看下天意配合比例了。天意配合哦，连比例都得形容版哦，大家应该不陌生。我个第8图就该葱抓饼就看到哈，cái兩面係冇共用嘅，一面係有粉嘅，另外一面係冇粉嘅，代表正反。等下邊面嘅時間正一次就算100。反一次是算100 ，30秒嘅時間哦，韓劇第8圖哈，翻的最多次的那一對是所得到1分。那如果沒有依序翻，評論講都是正哦，接得還係正，然後就冇算了哦。我們聽，好，來各派一位，美蓮姐請上場。好，來，你要先來是不是？嘿哦，來咯，謝謝。 30秒而已哦。來，3、2、1，繼續開始。1、2、3、4，哎呦，我這樣不短，不要太短，輕輕轉。5、6、7、輕輕轉。8、9、10、11、12、13、14、15、16、17、加油，加油19、加油20、21、22、加油23、加油，加油，再來。哦，心中，姐姐，你是晚上飲醉。你先，哎呦，27哦，你是哦，做的很順手。男生面我們有27項，很厲害。代表差不多係已經瞄中時機下。對啊。用題。好，來，咱出一個 update 動態。來，小俊拿姐，你雖然今天穿小香風，但是還是要變落去哦，好不好？數學老師沒問題的。對。李老師有在算那個比例。好，3、2、1，繼續開始。葱肉餅。啊，葱肉餅啊。是剛剛那一塊嗎？有葱肉，是嗎？確定一下。牛餅。就是剛剛那一塊大爽妞。等一下，玉涵姐，我讓台尬囧好了一口吃。真的，來，好不好？玉涵姐，我們一起來，來哈，我們1號機來，1、2、3。不要啦，玉涵姐是玉女好嗎？玉女牛紅。3、2、1，繼續開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9、10、21、22、23、24、25、26、27、28、29、30、32！哇！被數學老師耽誤的蔥抓餅跳槓又誕生了。你不用再去選擇你不喜歡的東西了。對了，
以选择这个了哈。你可以选择这个就好，老师。谢谢。哎呀，太厉害了！嘿咯，老师找到事业第二春。对啊，公布一下先接啦。我们刚刚风吹呢有27下，那蓝吹呢有31下，鼓手呢压一关，蓝队得到1分。鼓手压一战当中呢，风吹得到1分，蓝吹得到2分。好，那大家的背力啊、技术都有练到了哈。马上来看一下，今日牛涵师傅带来乜嘅好料理，我哋老太一起嘅分享呢。主厨素卤菜。今日又輪到你牛涵師傅來為大家分享料理咯，菜名係乜嘅咧？葱肉饼。啊，葱肉饼啊？是刚刚那一块吗？葱肉，是吗？确定一下。葱肉饼，就是刚刚那一块大手牛。哦，用奶都有写出来，大家讲一下。高牛啊，葱凤虫条，油麻、青葱、沙拉酱，素蚝油，还有我们要有醋番薯粉，番薯粉，综合生菜，来小汉堡，小汉堡，对，小餐包，cheese，还有 tomato，来，等等。葱肉饼，大家想一下，跟肉系爆到地鬼独走一家咸料，还是它是像披萨吗？不要是问我们葱包肉还是肉包葱吗？对。肉包葱，那还要问吗？当然是葱包肉。第二条按用蛇孔，按孔的比较从你那个小汉堡啦，小汉堡啦，而且里面应用是个中牛排啦。以前哈，他家牛饼哈是用那个乖丝，它就泡出来没有？有，南部的有乖丝，要放那个素蚝油。好，你好爱，他好爱蚝油。我很素啊。油麻，风冲条，不假周哎。对。一听黑啊，底下哈吼，各大南北百货公司都油呛底黑耶。对呀，而且底下我有机车环岛了。你不要学他的退休之旅呢。冇啦，我要同我生日呢，高中毕业生的一个礼物。哇，机车环岛，你天天去穷下去哦。一起去，厉害！冇啦，没天阿去啦，去给小朋友去环岛啦，是从爱不用给爱来的结成幼稚园毕业时其实抢跟让家妹友啊，讲到加深所谓结巴动气管，他环岛嘿，他怕跟我一起去啊。其实我是要跟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变那么长呢？对啊，是不是里面太多秘密不能讲？是吗？没有，这么简单。有老师，你们觉得有了一家之主，其实也不用植物疗愈了，这样大家就已经很开心。好，大家都知道，牙个高牛吼，要把它摔过，对，点过。3光就是要盆光、肉光、手光。你刚好节目很又加胡椒粉，有加胡椒粉之后，我们就是丸子搓好，好，那我挑一下啦，瞬间好，哇，瞬间好。好，大家动碰冲哦。好，按哪个夹？要煎我们的餐包哦，要绕一下我们的餐包，餐包里面一定要放奶油哎。一听哦呀，坐飞机的时候最期待吃的就是这个。刚才长方形的又要动哦些。对，但是呢，我们不用去加油，好，因为呢，待会我们的肉饼就很油了。哦。你显得讲因为时间它不应该下豆啊。还会抹沙拉酱，所以就不用。可以换奶油吗？可以放啊，可以。哦。干锅是低温吗？对，大概我用120。我们在场的4位参赛者，是个什么？当你都有煮饭的还蛮你。冇当然啦，那爽煮啦，知道。当年啦，好不好？这样当年，好不好？冇当然啦，当然会爽煮啦。当然有你油啦哈。大家要放7把油，等一下要剪饼。要沾一点，我们要煎之前番薯粉，这样子会增加它脆的口感。好，按呢？好，你有煎肉饼呢哈？对，哎呦，题目又来了，水汤又来了，汤眼镜哦。好，以专业角度来讲哈，大下内中人做唔得食肠道的葱的咧，
A 视力较差者原因，好 B 汗腺不发达原因，好 C 有气喘疾病原因，好。好，玉定老师，没问题啦哈，没问题。好，那小宝，我们追问你呢，继续。我蛮好的，我们不要故意输哦，我们还是要有运动加精神。被你发现了呢，运动加精神。箭头撒腿步，慢出赢了也不算哦。箭头撒腿步，箭头撒腿步，箭头撒腿步。你这么不想赢吗？有不赢了。没故意，真的很没故意懒的。好啦，箭头撒腿步。好，又了，真的不想赢怎么办？我爱用音哦，想赢根本怪怪的哦。对啊，于林老师。好了，不一定要看你哈。你用它讨论一下。马上选他。C 号。不适宜哦。啊你。哦。C 号。好哟。确定哈？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好。你 C 嘛哈。确定哦。红队2选1啦哈。是 A 啦。真的吗？我比较好奇，全台湾用音好学冲的哦。怎么说？我只记得以前满车还是个感冒而是抢虫，好像有哦。系啊，好冇感冒。你有冇改 A 号？好，第三个 A 还是 C 号？正确嘅答案係A。视力较差者原因哦，身體啊容易燥熱發炎，目睭有問題，腸胃唔好嘅原因啊。是新香料的時節會生意哦。以中醫的角度來講，嗆蟲性質偏溫馨，對人體具一定的刺激性。我是覺得還好。當眼，你都有談開講。好，注重你好嗎？當眼睛有長針眼。结膜炎、干眼症、麦粒肿或是青光眼，每种都是强度的冲哦，避免损伤视力。So this 呢？哎耶！你要不要解释一下温馨的部分？温馨哦，性啦，性的性温馨。一面又好哎。好快，因为时长都好了哈。这那么快啊？看下去好嘞啊！哎，叔叔好了。7、8只熟用都得嘞。然后我们要稍微抹一下沙拉酱。好。啊，这像你两下加这种美乃滋酱啊，那想讲哦，其实早餐店低调，虽然口内含摸控甜，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好吃哦。很胖。对，所以假使摸许猪窝概念啊，把牛的走在牛肉排就可以自己做。所以两口内嘛。但是师傅没给你讲，还推的哦，卡皮的位啊，对吗？卡皮的。就如果选牛肉也是卡皮的位。哦，1比1。哦，要这么1比1。猪牛。猪肉同牛。好，1比1。猪跟牛可以在一起。对，猪牛一起，它的比例做起来会很香。哦，它油啦。用咪吗？要不用放。哎，不用放。你为什么要拿我们秀英姐的三角板？三角板？谁？三角板。你一条线让爱吐司的嘛？那上一集了，人家还要收看转上一集很累。好嘞。哇，赞呢，冻等音虾呢，像那个把贝跟这个葱油饼，按钮就好食喽。哇，那个玉涵姐呢，昨天给我本太家吃饱了。嘿哟，一听哦，这样吃任何一餐都很适合。但是为什么被切一半呢？因为你要把它转过来，这样就看起来是。哎，越看到哈，哎呀，故意扎给呢。还是为等一下玉涵姐我让台下穷下都一口吃。真的，来好不好？我致敬一下，我不敬一下。好来，台下有拼手困难哦。好，真的要一口吃。玉涵姐，我们一起来，来哈，我们1号机来1、2、3。不要啦，玉涵姐是玉女好吗？玉女龙红。天哪，里面的肉饼好好吃，好 juicy 哦。它肉饼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因为里面有姜豆腐哦，所以是猪肉跟牛肉一般啊，真的呢。两半唔平，两个是纯猪肉，但是它是油跟瘦的一般。有啦，跟油呢，肉，季勋姐，
讲不出巴来啊，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太好吃了。OK， 保持这份感动，要有温馨感哈，记得。看咱嘴两位啊，吃到嘞。咱们好吃了。高雄，因为都好高，又高兴上啊，嘎斯哈，那种学生特别乖的，走在走蹦迪的我选。就其他人没有。老师还不够累吗？但是方哥跟其他有小朋友来问看一下。啊，其實幾條吼，要加個tomato，成日咧最好是起司，按要加個牛，是到當健康，當好食。正經係懂咱的。拍下來都不卡，真是很歡喜的時間。其實這個肉排可以先做好，對不對？讓東西來。沒有。冷凍呀，冷蟲，前面你拿來退冰嘛。对，這陣頭就做的煎了，本身也是凍夾酥，跟吐司烤一烤呀，和小麵包沒做的，今天烤哦。好，拍下來這了，吃周看啦。不過呀呢，先鋪省幾個時間，又回到一個平手的狀態，兩隊呢都是2比2，最不米來金行挑戰嘍。你一定是忠實觀眾張威迪，因為我們喊這個要吃飯喊很久了。那你們家黑滿演主持呀？就是吃外面没有，我們分工合作，就是有空就煮，那就沒空啊。對啊。家家出好菜，兩隊就等只聽嘅題目，第喊聽嘅時間，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無論係傳統嘅，也係創新嘅菜式。兩下日日拿出日嘅好本店，一家之主好了嘅愛點上做咯。最貴面一關家家出好菜都帶奶煮做得樣呢，先來看一下秘密武器係乜嘅？馮翠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鳳梨酵素。鳳梨酵素。等一下，你們就是因為吃酵素，皮膚才那麼漂亮的？有可能哦。那他等下會直接外敷內用都一起來哦，也可以哦，沒有問題。銘注一句話 ，OK， 直接送到家。好，那要宣布他們的成績了。對啦，帶來嘅菜名係乜嘅？鳳梨炒木米。哇，咁你最好學的。係啊，黃色是個鳳梨炒木米加鳳梨酵素吧？係啊。而且鳳梨酵素是自己做的，對不對？對。我喲，要緊緊就加分哦。冇問題，最貴面一關，有信心嗎？有，很好，加油加油！好，咱看下南脆的鴉片吼，八劍脆大佬咪係切加在秘密武器係乜嘅？鴨嘴。哎呦，切加做誒，切加做誒。我你做線上都冇限，因為攞做掠到嘅。也鬼簡單。但鹹鴨蛋難做用黃土誒。不用，都麻煩呢。不用，不是誒，先細呀，裝糟了，再用一碗那個米酒，過一個藥，該貴啲嘅浸下去浸嘅吼，咱裝啲藥。嗰個用安尼塑膠袋包起來都好誒。係啦。20到25都可以食的。哦。時裝特別按麻煩。最後一關我變起了，因為家下係偏熟，好不好？哦。我們最後一關我帶來一個菜式，菜名按怎麼改？鴨嘴炒飯。終於有飯了，各位。嘿，終成有飯嘞。好，準備一罐了哦，兩雞妹哈，聽下變起來哦，有信心嗎？有。加油加油！好，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馬上嚟倒算3、2、1，搶開始！搶開始了哦，開始做咯。還好。速度。你不要這樣子。慢的。好，因為今日今天係好搞累啊。係啦係啦，好搞死好啦。老師，那個酵素可以借我們 P 看嗎？ P 看。因為 P 看呢，外面很少有這樣子的。真的。係啊，好啊。那我們聞聞看。可以喝。可以啊，是的，是的。哦，稀釋吧。我要適合你當它迪化街哦，還是？體系版有一個秘密，裡邊我有加了一點奶精感，用誒蜂蜜，可以真的可以。較甜，很較甜，真的可以。而且蜂蜜跟底部度哦，沒有酵素。哎，我覺得好厲害哦。對啊，沒有錯啊。蜂蜜怎麼來的？就是蜜蜂它出去採蜜之後，它其實是含在它的口氣裡面，然後它經過再用它的酶去酵素，就發酵之後再吐到它的巢裡面，所以它已經是又二次發酵。對。那許多講2年天然時節凍了涼水，直接飲料這樣喝很健康。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哦，對對對。氣泡機油啊，哦，氣卡周威嗎？氣卡周威，一個簡單吶。為什麼很簡單？比我們那個秀英姐姐的那個
含了一个，因为你那我是用凤梨皮，因为我们现在讲求那个食物，对啊，食材全利用，哎对，食物所以我们从头有没有这个冠牙这边头，有些种一些种一条凤梨，哎呀，做得种哦，因为有上筋呢，有上筋啊，还有上筋，哇，啊你要水的嘛，该水，如果一般的水都好，如果蛋要会翻水吧，2日3日，多水都会想出一点好的，水跟植物，1年半啊，你们都知道吗？所以讲，一般来讲，讲种3年啦，其实3年好照顾啦，啊，别皮了，啊，你最佳吼1年，那中国1年是在生出一个凤梨，其买种那些土奶龟，可以转植。我们现在先在食农教育，对，没错。不过我应该还讲的2种哦，算是水耕，其实上出来的凤梨不会从简单的强溶胎色诶，它会比较小颗，会不会？今年看唔该照顾诶，但是营养价值应该不会讲强多，冇强用啊，强用不会一样用啊。啊也正式名称叫冠牙，好啊冠牙可以种嘛，好啊那个皮呢我们就削下来煮。先煮哈，啊煮了之后加一些砂糖，啊再加一些蜂蜜，阿鲁放常温。如果你要喝有点气泡，你就要让里面的微生物菌让它有活性嘛。对，我们吃到的它就是直接讲就是它放屁，它消化过的二氧化碳，我们吃到的就是那个气嘛。菌种放屁了，我想说，我刚刚真的有不小心，你怎么知道？要先标嘛，先标工，不然你们先背掉，我们等下再回来。好。老师，来你来嘞，信上头。哎呦，今天要煮这个炒饭，你一定是忠实观众张威迪，因为我们喊这个要吃饭喊很久了。有多饿？哎呀，不过炒饭它的料你们是要做咸蛋金沙的这种，对吗？而且变。而且是鱼鳞长出哦，走在身边好。鱼鳞我们改，先有来。其实哦，李用上有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就讲，本来哦，妈妈是没有在现场的。什么意思？本来是我2女儿要来的，啊，她临时有课。韩哥也是老师，没黑欣赏。老师，他特教老师。那你们家那蛮演煮出来啊？就是在外面没有，我们分工合作，就是有空就煮。那就没空啊。对啊，就是要抓准时间，就是等于说有空档的时间马上。就看你时间啦。就是单煮啦。就所以锅夹啊，就已经这种锅夹呢，都超的都来吃饭的啊。那鱼鳞都会生慢你的料理开呀？妈妈。啊，有没有煮肉？五花肉还是梅花肉呢？你想2层肉，最软的2层肉。你怎么知道？什么是2层肉？媲美那个松板猪，和3层肉不一样。3层肉的头那里那又不一样，2层肉，而且它比较好咬。对。来听听鱼鳞。老人家可以吃这个。鱼鳞来。对啊，鱼鳞可以항你欣赏。你为什么会讲客家话？喂，以前煮黑蛋面哦，从细汉。从细就讲。因为传承啊，你客家，啊，因为我哥哥人都给我嘅吃，所以我媽媽都講咧，以前都傳下去，古人唔受得講啊啦。但是我想问一个，就是妈妈可能都有啲嘅问题，即係講，因為你看從細到幼小嘅幫佢家庭台，那種壓力，一聽懂台，對不對？姐姐也很，算是你的妹妹啦，對不對？也很優秀，媽媽也很優秀。爸爸也是老師嗎？工廠裡面的那個主管，你看也是很優秀的。自己在大陸，那會不會是爸爸壓力最大？沒有，我是我們娘家最大，我們娘家都是醫生。压力有一点大，没关系啦，老師你現在找到第2春了。那在教課的時候，有冇給省些故事嘛？有一個納花，我分享俾大家。納花係乜嘅啊？笑話，來，我最喜歡笑話。就有一個客家人考奇才，唔過讀到一個火龍人，客人稱會講客話，火龍人稱會講火龍話，佢奇腳下才要，唔過冇生意出到嘅火龍人，出意思要講，快些，我佢考奇才。
Hockey，行可以讲哎，俺给 Hockey 菜，Hockey 嘿，啊喉咙你就。 他就说很生气 ，Hockey 啦，被你撞到还说 Hockey， 学骑车 ，Hockey， 笑话你为什么要参与他？我想说我帮他画龙点睛一下，好，真的没有，黑没黑暗勇？哎，全场耳膜破裂，导播在上面已经正着。好，等一下不跟你吵架，因为等一下熊要款，慢慢吵竞赛。拜拜，对，这是经典。对，哎，笑话要加分，拜托。哦，也个熊嘛，高雄，高雄哈，木米先下来。美莲姐怎么都没有讲到话？你现在在植物治疗了吗？因为这就是植物啊。对，这都是。其实我们也常常都会教凤梨，然后怎么凤梨就刚刚讲的全食材的运用，对，甚至像凤梨皮削下来啊，都可以放在冰箱里面除臭效果非常好。对，然后如果翻新加什么家里有很多的油漆什么的，对，它的皮是去吸味道最好。很多柑的皮。没做的，那个橘子的皮有上时候，我的鞋子太臭，我爸爸就会把干燥的橘皮放进去。这是凤梨皮，凤梨的效果更好。真行哦！我的鞋子其实没那么臭啦。臭。炒饭本人真给你偷真，他这个饭真的好好吃哦。可是太久没吃到饭了吗？你好吃酸吗？好吃酸。哦，刚吃酸。可是你恋爱的时候不就会吗？好了，那我们专访他的爱情故事喽。那个橘子的皮有上时候，我的鞋子太臭，我爸爸就会把干燥的橘皮放进去。这是凤梨皮，凤梨的效果更好。真行哦！我的鞋子其实没那么臭啦。臭，溜尾啊哈。对，可以。跟辣椒会朝天椒，有吗？嘿，对。哈，因为凤梨按甜按酸加按辣的东西。我一模当做可以加进来吗？而且它有瓜子啦。对啊，而且我们根本就是快煮好嘞，还不会活嘞呢哈。到很快。对啊，但是我们有秘密武器，那个是最后。你知道客家啊为什么要凤梨炒凤梨哈？因为凤梨酸嘛，爱吃甜嘛。哦。啊。吃了吼开胃，对，啊吃饭是这个懂，啊那些的粥丝啊，粥中点对啊，而且这个很养颜美容哎，有哦，对啊，韩国嘅寓意没懂后啊，煮人会忘啊，会忘，对，忘不错，忘我啊，哦，忘就是我的，那客家话里面是不是还是有鹹酸甜？是这一道菜吗？对，鹹酸甜，没错，哎，哦，攞一些糖係嘛。不是，还是加是盐啊你啊？反而是加盐哦。真的吗？哎，可以抑制那个甜酸，对啊，不会太甜。因为凤梨本身入甜的呀。哦。你是加。会不会这颗比较酸？哦，有可能。有吃过吗？很怕俺的有秘密武器。对啦。好啦，那我们这边就是差不多好了，秘密武器要加了。那我们加了就好了。对，加了差不多。我先把这个下去拌，因为整个就好了，很快。你讲等一下要不用一出后哎。系啊，不用啊，你要你要压秘密武器，手下留情呢，你对方俺都给塞崩哎。系啊。我们真心不是要来赢的，啊，只是不小心我们来赢了。分享，不能先给我预告未来，不行。好，刚刚没问题耶，我们先过去救一下他们。好，我有空啦哦。警察暗涌就冲了呀！哇，那个金沙好漂亮哦！对啊，那雨林你这个警察嘿，切架本身就会做一些希望路当过来看。啊，梅手那个拿手菜，嘿，哦，酥乳菜。你会做警察哦，阿姐？哎，突然这个作用。所以警察除了炒盘，豆腐较做得做嘛改？所以做那苦瓜，可以炒苦瓜，金沙苦瓜炒。憨福啊用。哎，这个颜色比刚刚更漂亮的呢。对呀。有加起条鱼黑吗？哎，还有干嘛的东西呢？它这一看就是有呛锅气的。然后再加米酒。米酒。哎，他炒饭了，炒饭了。炒。因为炒饭不会冷翻嘛哈。冷翻较好炒啊。民族暗地哦，很难翻哦。给董好是金沙给董鸡，还有炒饭啊。而且你留用那些金沙啊，就可以取代那种蛋黄的那个有一个你之前做过的是什么金黄米饭还是什么？金蛋炒饭吗？
黄金炒饭，有些是吸蛋汁啊，但它吸的是金沙。哇，很对味。黄金炒饭啊。我比较好奇，老师你还可以做嘛炒安久啊？一样啊，那炒很种炒味素。安从开烤肉呢哈。对。所以等下夹姜下去烧好嘞嘛，那要炒到润润的哟。好，现在去多算。好，差不多嘞。问题哦，老师加油。好。天从马上了，周深。10、9、8、7、6、5、4、3、2、1，时间到。马上就紫色困难最杯米一罐，都在内部开米是卡站的喽。哇，好，我们先闻这个一个掌声。用个按油哦。而且嘟嘟和牙6样时间还是饭的时间。要放饭了吧？对啊，我们就破例，先从饭开始。我是按油的，因为先开胃。你要算游戏的哈。对啊，还是我们照规则来。还有崩离盛气了。哇，今天颜色都很搭，对不对？冻扣一批啊。哇，有些的酸甜咪嘛，哇，很入味。敢不酸？我讲木米还超好吃。跟木米哦，炒到肚后，因为有些炒得太久，它会绵绵。对，那切浓厚色。问秀英老师就知道，以数学来说，这个是满分的吗？对不起，你好是酸吗？感冒是酸。哦，感是酸。可是你恋爱的时候不就会吗？不一样吗？OK 啊。好了，那我们专访他的爱情故事喽。但重点是，你留周给个炒饭，一听会思考那，好不好？好，来，思考呢？好，而且这是鱼鳞炒的饭哦。对啊。先思考那炒饭。而且炒到紧紧就润呢，跟什么冻酱。我听到炒饭本人真的很好吃，他的饭真的好好吃哦。我是太久没吃到饭了吗？可以想啊，我肚皮也越粒越不要按用粒粒分明哎。用咸蛋炒饭真的好吃。懂差潘呢，惊为天人。姐姐吃很用白，金沙很入味。可以吗？非常可以跟凤梨酵素结合吗？可以。我也是想说我们的凤梨酵素呢。等一下，我们在续团。等一下。2位吃到就满意吗？满意吗？有，都满意哦。拼松枝哦，那么少煮，喊做豆暗涌，真的，你真的是不是被数学老师耽误太久了？安知谁哦？秋英姐太厉害了，你看台卡是这样哦，很少很难得哦，很难得。尤其女明星下礼拜又有重要活动，我是基本上戒淀粉的。超。如果该下比赛啊，他会让大家先普一下，因为凉粉对凉粉系偏熟，所以最紧张、最刺激的西调的多料，大家都看师傅强分复数。好，刚刚调前呢是2比2偏熟，非常严重。我说真运动，今周的师傅有上班吗？有。大家好，来，风吹抢分数。甜粉加上凉粉就系7分，差1分。所以台条讲，咱随一条满分掌有地肥样哦，紧张刺激深呼吸。来看一下咱最强分数，你什么意思？4分，用皮风吹。等一下，没关系，这个不是考试，因为大部分来都见不懂中都想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奖品超过奖金，奖金要扣税。真的啦。好啊，不过谈看一下专业跟公平。好，其实我们讲红队，其实越简单的料理越不好炒，不过记到全部的口味都有炒香哈，尤其个柠檬醋。做了动好，没有凤梨素，你到底给什么分数？凤梨酵素，用到动好，拄好酸，拄好偏慢用因啦，系啊，动好哈。我本该难对啊，其实冻打算去点势吼，去甲肉又啊，煎到真紧又下走掉啦，吼。你从爱对一个炒饭的时阵，你所咧甲炒饭底部用甲葱花，因为食到嘴巴还有。用木头，因为香气。先摸。好，谈看一下玉涵姐。我先讲南翠。南翠的金沙炒了几好，不过也容易炒失败。好，建议一下，就是说蒜头可以放在金沙里面。不要用。不要用。
啊，牛哈可以跟你的那个炒饭也可以拌在一起，哎，熊咪哦就会有加分，2种味道就会融在一起。对，哎，红炊呢啊，我觉得真的很棒，那个有一个记忆的味道。哎，他把那个食材每一个的熊咪又有标出来。哎，那最后那个秘密武器。赞美厉害，酵素大家真的要常常喝，帮助肠胃里蠕动，因为凤梨是那个酵素之王，真的跟木瓜一样都名列前茅。对，韩国凤梨咪系推翻自贡，所以就听我好好来学。没错。按照今年的西餐呢，那个屏东老高雄哦，搞一个朋友，大家记得把凤梨酵素送给他们，好不好？好的，辛苦了。好，马上来立出了颁奖喽！耶，恭喜！亮君呢，今日这集真的好好看。天哦！欣赏你对前辈啊的 PK 赛啊，都有师傅嘅表现啊，还有最关键的比赛态度表现同参照，成绩已经出来嘅。凤吹呢得到嘅7分，南吹得到嘅6分。鼓手呢先来恭喜凤吹得到3000元嘅加菜金。恭喜！好，咱们这里得到该奖品哦，非常符合他们少女般的气质。渐层粉菊锅具3锅4件组，全副送给你的。等一下他们又在搞油了哦。哇，什么，恭喜！两个加菜一定超过3000元啊！一斤黑啊！苏小师一定会算的哈。好了，先来谈看下你凤吹哦，姐姐先老太家来分享一下你来参加嘅心得。用唔算讲万世下嘅记忆，最简单的菜梦里炒焖米啊，来参加呀出啊，有看到最英俊的博谦，明珠吗？明珠，最帅气的明珠也可以哦。最美丽的明珠，什么？对 ，OK， 好吧，好高好调哦。好，年纪老太家分享一下你来参加心得。好，今天其实就希望用很简单的料理让大家知道，越简单的东西其实对身体健康，还有对我们的味觉、嗅觉上都是最好的帮助。也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慢慢的去越简单越好。真紧呢，越简单係越好嘅哈。东西行那种功法，觉得散发就要用减法人生，断舍离也是一种人生，就不要再加了。好吧，我改下就看到哈，你看信上哦，偏向去告诉，但是今天都抬价免挑签会煮菜，我猜应该是第一次。第一次。哎呦，我高兴。但是怎么那么稳，都不会怕？因为平常，尤其那个翻那个葱抓饼，越翻越快。为了要胜的心理，走欣赏就要按用。所以我们就可以欢迎今日来参加要一家之主，可以用心。好，姊妹要讲一下鱼鳞那大家分享一下。今日贵乡来呀一家之主，希望大家做得支持一家之主，还有客家话，多谢大家。哇，今天的最好，我真的觉得客语老师最好的代表出来讲吼，就是只听我强下来记取就客外，真紧。唔错。古时呢，今日东感谢 CV 呢来自那个南浦嘅江西妹嘅在陪你按神奇嘅呀一些吧。古时做料理就安样，所以你欢喜之后呢，食到嘅你就会吃到当欢喜哦。系啊，南浦嘅乡亲朋友，你系到内道咧，夹来一家之主来报名参加比赛吧。一家之主等你 Q 下来都要到边嘅大雕西，品尝一下配屏幕卡嘅好米西，下礼拜再见，拜拜。长来了寻梦台，谢谢。